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人不平的要本医生看，书的是不平的也穷样哦。台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引来因素多注意。好些单位也多年来也开始培训职位医生、书医生。农委会林养饲养所先前还成立备树木医学中心，为国内树的健康管理咨询同诊断建立一个新的里程碑。林饲所还规划未来4年会培训200个树医生，同时建立树医生证照制度。而正经推行的一个树医生证照，台湾会是第一个由官方认证树医生的国家。不过，也没引起一道争议，因为更加树医生家家如同以树的看作职业，有的人入手也是变作一种职业，可能会被有的人拿来赚钱，也甚至会是落树的灾难的开始。13年来，小文会直接帶動團隊到台灣高鐵以破片嘅路數，佢所用嘅方式係先拍滿滿足足嘅部分，將嗰個適當嘅藥物，也就係一般講嘅外科手術。透過安尼嘅方式，小文會已經救過幾百條嘅路數。我想每一个人都想要把自己所学就是要所用嘛。那我是念植物病虫害的嘛，那如果说我们真的看得懂病虫害，外面又有树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看，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啊。對小文會嚟講，實際操作唔單止加深研究植物病蟲害嘅基礎，佢還順勢通過博士資格考。2多年以後，小文會有樹醫生嘅名聲，不過佢正經參與嘅係透過救上一條樹，盡一份社會責任。樹木醫生，那他就是幫這個樹木做診斷跟治療嘛。那如果有學校，還是說有這個廟寺啦，還是說行道樹啦，哦，他的這個樹生病啦，那我們就是要去幫他們診斷。那診斷出來之後，然後要提供治療。哦，它最主要的這個社會定位是在這邊啊，是解決問題的，解決樹木生病的問題。我覺得在醫術這一塊啊。我得到最大的成就是把樹救活了啊，是用我的專業能力去把樹救活了。那所以我會覺得它是個志業，它不是個事業啦。關於目前像小文會安呢，同時有專業背景同實務經驗嘅樹醫生實在當少，一等人直接冇全面性嘅知識就對樹進行醫療行為，自然也無法達到預期嘅效果。因為呢，農委會林飼所頭2年前開始規劃愛成立樹木醫學中心，為林木提供康健管理諮詢同診斷。呢下樹木醫學中心唔單止正式成立咧，未來4年還將培訓200個有樹醫生證照嘅專業樹醫生。對於樹木病蟲害或者是樹木的健康，經常會到林業試驗所來問說：哎，我的樹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啊，我的樹好像快枯萎了啊，能不能想辦法救一救它？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作業的流程可以來參考？它做得好不好，正確不正確，誰能夠來管制它？那我們是覺得說，以學術研究的立場來看，我們是應該協助行政部門把這個方面的技術體系建立起來。喺美國、日本樹木醫嘅考試。林飼所想要本關內嘅樹醫制度同國際連接，甚至之前只有到救樹嘅時做關鍵角色嘅樹醫生，實際參向樹醫師嘅考驗發展，也就係樹木探診同樹木醫生嘅綜合體。除了實際上醫生強權，提供專業嘅樹木病蟲害診斷同防治，同時也實際上探診強權，參與調查樹木同建築還有詳細之間嘅關係，提供親好嘅環境診斷。以目前台灣有發生了好幾件，就是說在無風無雨的情況之下，樹就倒塌下來。一個樹倒塌下來，至少每次都是3個以上的家庭受到很嚴重的問題。那這些都需要人才好好的去保護它，好好的去了解這些樹木的狀況，去做檢查，去做鑑證。所以說未來需要的是一個林試所這樣的單位，去成立這樣的制度，然後去把
ISA 的系统，把日本树木医学的系统给引到台湾去做本土的教育训练。时代无共款的吼，因那对那个植物啦，就是那个树吼，有人吼用心去给照顾，安用心去给照顾，都政府有一个立法吼，无那个专业的人吼，去带那个无专业的人吼来保护那个树。真多那个老树吼，过去无受到尊重，也破片哦，都无唔晓家己，都个直接个击劈啦吼。一个唔晓修正咧哦，个树就虐劈哩吼。也总係一個真唔好一個做法，從實在利用那個機會吼，無真多對那個樹木了解的人吼，無那個專業的人來家己介紹。林氏所培訓樹醫生同建立真照制度嘅計劃，雖然想法以後，國家有希望為台灣保留珍貴嘅樹種，不過也有民間環保團體對於安尼嘅做法提出爭議。這個側幹，它其實它是非常強韌的。它側幹進去以後，你從它的頂點開始到它的尾端，它是這個地方開始生長。關心關於樹木政策超過20年嘅綠色青線協會常務理事林長苗就表示，樹醫真照制度本來就沒人時看得到效果嘅政策，就還有未來有專業真照樹醫生難度，只講到細節，呢種制度當會變做少數人賺錢嘅工具。樹為什麼生病？沒有把這個根源去除掉。而所謂的去創造一個樹醫制度，然後創造更多的病樹出來，讓那些所謂的樹醫生有職業的可能，有錢賺的可能，然後國家要背負非常大的那個沉疴。現在的所做的一些行為，包括所謂的樹的外科手術，林試所現在在推行的樹的外科手術，那是錯的。在1990年代，在日本、在美國先進國家已經禁止了，台灣還在推行。然後麥龍這種東西是有毒的，在國外先進國家已經禁用了，列為1級的那個有毒物質。那我們還在學校裡面去推行，那是完全是錯的。這個我覺得是要因地制宜哈，每一個 case 可能都不一樣哈。那我們當然非常希望說，盡量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好，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所謂的生物防治的研究，好，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盡量從它的健康管理。一般來講，以自然的法則，你樹木越健康，越不容易遭受病蟲的危害，好，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優先想要去推動的。那但是如果它已經確定說它得了，你不用藥沒有辦法去抑制它的病情的時候，我們會先用藥控制它的這個病情。林長苗講，目前台灣樹木嘅問題係到生長環境，嚟到根本問題冇解決，樹醫生真照制度只係顛倒條嘅做法。不管是校園樹，或是說行道樹，或是公園樹，或是森林的樹，真正的問題是在你的政策錯誤。所有都是水泥工程。水泥工程之後要做那些所謂的步道、花台，就會把它根斷掉，然後水泥的鋪面把所有的那個樹該呼吸的根系，通通掩飾掉、掩蓋掉，然後用水泥去把它毒害，這才是所有的棲地的問題。這位係中興大學研院的副教授劉東奇，佢也係目前關內當小由日本樹醫生接照嘅人。佢聽到林試所將判例樹醫生真照制度，佢也開始受理。如果台灣現在這個證照制度成立的話，將是全世界第一個把這一個樹醫生呢當作是職業證照的。我們說是模仿日本，其實日本不是把它當作職業證照，它是一個專業認定而已。所以就像我的執照啊，不是日本政府發的，是日本叫綠化中心的一個民間機構發的，而是樹醫生擁有訓練這個知識以後，到各個領域去，好幫助這個樹木。所以大部分的樹醫生呢，都不會變成是真正的從事的職業人員。劉東奇講，同日本同期向款，有了將真照嘅人將權3000個人，當小人會用了作為就業，
一般就讲自家系讲师人，去同民众听手，完全保护救树木，所以其恐怕也认为，可比台湾官方正经实施树医生证照，恐怕或是老树灾难的开始。未来每一个人都要靠这个来吃饭，那我们就会想，那树不得病，树医生有没有办法过日子啊？树如果不得大病，那树医生要拿什么样来发财啊？那于是就将来树医生是变成一群把树当作摇钱树的人的这样一个职业了。那这个呢是我们所担忧的、非常担心的事情。如果以后你要营业，或许还有其他的营业的登记。这样的这个程序，让他具备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专门的这个技术，然后你去帮政府也好、民间也好执行这方面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制度面的管控。那不见得说每一个树木医师都会从事这个树木医疗的职业了。目前管内对于树木评理、种、管理这条专业，拢还是各有各嘅意見。其實，救樹知識同概念嘅推廣，比將專業證照還較重要。像我们出去外面帮人家看树病，我们都在做科普教育的推广啊，比如说这是什么问题啦，那以后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啊？那所以其实科普教育很重要，环境教育很重要，因为只有教育普及了之后，那人们才不会去做一些伤害树木的行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不代表是他的错，是他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教育跟科普教育很重要。特别是这几年在土壤消毒的这一块，我们政府呢花了太多的钱下毒在土壤里了。那这个是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可是像这样的技术都还没有确认好，还没有大家有一个能够。大家共识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成熟的技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把它职业化了。好，那这个呢是太多的风险。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不是真正要救树，救树是应该把救树的知识推广出去。专业推广我们当然是很认同了哈，但是所谓的专业推广，到底要怎么去认定它？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学派，有些人认为你这个人生病了一定要吃药，一定要手术，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有自然的疗法、传统疗法，甚至像类似芳香疗法，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见解啦。那我是觉得说，以政府的立场，我们还是希望说，你至少有一个正规的制度在这边。另外一方面，林市所計劃用4年嘅時間培訓200個樹醫生，按呢個時間係咪睇到促成樹醫嘅專業能力冇啦，也引發學者爭議。你看人的一生是全程是12年啊，他醫學院是7年啊，通常住院醫師還要再加個3年啊，總醫師加2年啊，標準大概12年啊，才能獨當一面，才會很精準來判斷這個病因啊，植物對象更多哈，所以要更專業，因為我們人只看一種哈，動物大概看那個10種啊，這個牛啊、豬啊、羊啊等等哈，那我們植物我認為大概要學會看100-200種。第一個，我們是希望說，在跟大學合作，把樹木醫學這樣的學程哈，能夠也放到跟植物醫學學程結合在一起。那第二個管道，我們是希望說，在以林業試驗所為中心哈，我們會開設一些訓練的課程。那這訓練課程是針對，也許現在已經在做，但是它並沒有相關的這些像文憑啊，或者是證書啊。那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有經驗啊，但是因為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樹醫的正規訓練，我們也許會開設一些訓練課程。那這個訓練課程最主要還是會注重在理論的傳達。除了樹醫生養成同建立證照制度嘅爭議點之外，另外一個產生嘅問題就係未來係咪只有樹醫生執照嘅人將有資格進行醫術行為，係冇將本人看作係咩嘢？對於呢個問題，林市所態度保留，只希望未來是在進一步推動協同會診嘅方式，
也就会针对触到偏爱数进行医疗行为之前，先提供运讯处理嘅专业知识。如果说有一个有证照的人来参与的时候，他也许事先就会先跟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说明说，这棵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那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会负起这个责任。那也许对真正的在制度性的医疗行为会比较得到有一个保障。林市所成立嘅树木医学中心，确实係為關於林木康健管理諮詢同診斷建立一個新嘅里程碑。不過林市所未來所培養出來嘅樹醫生，頭進一步對於病理分析同治療嚟到外在醫術行為之外，佢應該注重樹木保存管理、風險評估、科普知識推廣，甚至現種、育種嚟到無形嘅層面，將使得同國際連接嘅同時，發揮實際功能，唔會抹平外界嘅期待。站在我们专业推展立场来讲呢，喜忧参半。喜的是遍地开花，忧者良莠不齐。一旦发生意外，是不是主管这些单位一出面遏制，那么是不是大家都会毁到这个运动？